走私 iPhone 5 400萬貨冇鬼晒。輸咗1.1係嘛？而家要用港鐵走水貨就越嚟越難。正所謂你有張良計，我有過牆梯，水貨客就梗係轉場去第二度噶啦。鐵路口岸嘅我哋執法成功啦，咁啊導致水貨客咧就迫於無奈啦，咁咧就用陸路口岸，其他口岸咧就用陸路口岸咧做走私嘅模式。貨櫃車、私家車、旅遊巴都用嚟走私，不過海關邊有咁易放過佢哋啊？星期一晏晝就喺落馬洲管制站搜查個可疑嘅出境貨櫃車。咁喺車上面，我哋咧就發現到總共有227部嘅新款嘅 iPhone 5手機，22部嘅 iPad 2，同埋其他一啲嘅手提電話，仲有啲記憶體、電話底板、網等等，總值超過400萬㗎。海關仲拉埋56歲姓呂嘅男司機。原來今次同12號深圳灣管制站破獲嘅旅遊巴走私案係同一個集團做㗎。